點樣將臥蠶由咁樣變成咁樣？我自己畫臥蠶嘅方法咧就有兩個。咁首先大家最緊要揾到自己畫臥蠶嘅位置。如果好似我咁隻眼唔喐嘅時候，臥蠶係唔明顯，但係笑嘅時候臥蠶就會出嚟。咁呢一種咧其實好易揾到臥蠶嘅位置噶啦。如果係嗰種隻眼點樣喐咧，臥蠶線都唔係好明顯嘅話，咁就可以攞個掃頭去篤一篤眼底嘅位置，揾出自己適合畫嘅臥蠶線。我自己就會攞一個啡色嘅眼影嚟畫臥蠶嘅陰影。新手嘅話就建議攞一個淺色啲嘅，減少失誤。第一種方法我就係中意畫淡妝或者日常嘅時候用。第一筆就落喺臥蠶嘅中間位，跟住再前後滑動，慢慢推鬆翻成條線佢。呢個時候臥蠶嘅雛形已經出咗嚟噶啦。打亮嘅顏色我就會用淡粉紅色嘅眼影，因為會自然啲啦，同埋比較貼近自己嘅膚色。第二種我通常就係濃妝啲嘅時候啦，或者上鏡想要明顯啲嘅臥蠶咧，我就會畫呢一種啦。可以用一個鬆啲嘅圓頭掃，用翻啱啱嘅淺啡色眼影，由眼尾掃向眼中。總之掃嘅位置咧就要喺臥蠶嘅範圍裏面。做完呢個動作咧，其實已經大概見到臥蠶出咗嚟，再加深啲陰影喺臥蠶線嘅位置，做翻啱啱同樣嘅打亮動作。咁呢一種畫法咧，臥蠶就會更加飽滿同埋明顯。呢兩款都係我自己比較常用嘅方法，咁就快啲 share 俾朋友同埋自己試下啦。